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Little Solo Art。尋日咧，我就去咗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咧睇咗一個展覽，就係小王子與飛行員嘅展覽啦。個展覽咧一開始咧就唔係講小王子嘅，而係講咧作者聖修伯里咧呢一個人生啊。原來咧佢唔單止係一個作家，佢仲係一個飛行員嚟嘅，探險家，甚至咧係參與過咧世界嘅第二次戰爭嘅。睇住佢咧嘅飛行地圖啦、啲相片啦同埋文件咧，我開始明白到點解小王子咧成日咧個內容都係講星空啦、旅行啦同埋呢個孤獨感啊。因為咧呢啲全部根本咧就係呢個作者佢自己嘅人生嘅經歷。我幾中意咧呢個展覽個設計啊，因為咧佢好似咧一條人生時間線咁樣，由1900年咧作者就出世開始啦，到成為飛行員之後咧又去咗世界每一個地方咧去飛行探險，再經歷過打仗，最後喺1943年咧就創作咗同埋出版咗小王子啦。最正嘅部分咧，當然就係小王子嘅創作區啦。入面咧係有手稿、草圖同埋插畫，同埋咧唔同年代版本嘅小王子。我最驚訝咧就係作者啊，連小王子佢自己呢個經典嘅插畫咧，都係由自己去畫嘅。不過咧，最深刻咧，始終都係故事嘅本身啊。細個咧睇小王子咧，就覺得係一個男仔去唔同嘅星球旅行。而家咧大個再睇咧，就發現每一個星球遇到嘅人咧，就好似現實世界嘅縮影咁啊！例如有啲人係只係在乎權力啦，有啲人只在乎金錢啦，有啲人咧就只在乎人哋點樣去讚自己啊！其實作者咧都好幽默。用呢個童話方式咧，就講咗好多咧我哋大人嘅問題啊！最後咧，我最中意咧就係嗰句：真正重要嘅嘢咧，係用眼睛咧係睇唔到嘅，要用個心咧去感受咧，你先會 feel 到嘅。如果大家有時間咧，我都幾推薦大家去睇下呢一個展覽啊！唔單止咧睇到小王子點樣去誕生啦，更加可以睇到一位飛行員點樣將自己嘅人生變成一個感動全世界80年嘅古仔啊！如果你喜歡呢條片嘅，請你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免費 subscribe 呢一個頻道啊！好啦，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次見，拜拜。